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戴真。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东北季风变强，今仔透早苗栗公馆温度上低，敢若11度6。而且即阵东北季风会一直刮到拜五，拜六开始才会减弱，温度卖豆豆回升。另外，目前菲律宾的海面出现新的风态天气，应该会受微弱越南气，对台湾是无啥影响。受到东北季风变强影响，台湾各地有较凉冷。拜三早起，平地上低温伫苗栗公馆来到11.6度，是今年入秋了的上低温。气象署表示，拜三日起中部以北差不多是20到22度，咱内中南部地区是25到27度。暗时开始水汽会变多，北部、东半部含恒春可能会落地渐阵雨。南部和中部的山区也有可能会落蓝山雨。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带来了一些水汽，所以可以看到降雨是逐步的在增多，尤其是在北部、宜兰还有东半部跟南部地区是比较容易出现雨量比较偏多，会有些短暂雨的状态。气象署讲，东北季风的影响会一直持到拜五，拜四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和南部会落地渐阵雨。因来拜五各地是侪云到好天，拜六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会豆豆回升。但过早的温度变化也是真大，提醒民众就要注意。至于到了28号到29号清晨这一段时间，天气虽然转好了，但是东北季风持续影响，特别留意配合辐射冷却的效应，在清晨的时候温度都会比较低哦。我们预计在礼拜六的清晨，中部以北及宜兰有机会下探到13到15度。另外，拜二暗时伫菲律宾海面形成一粒新风态天气。气象署表示，目前风态一切路径会按南海对越南的方向去，敢若会互台湾带来一寡水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过来验到苏丹红化妆品源头是新加坡一间公司进口的原料，拢总11间业者20项产品出问题。卫福部表示，已经甲原料进口商罚500万，冇发函予新加坡，不过对方无回应。我们本来是有18个化妆品被下架，今天早上已经增加到20个了。苏丹红化妆品问题继续拖烧，对2年前的食安问题，到今嘛已经影响到化妆品、头妆用品，引起社会关心。拜三，卫福部伫立法院社权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有立委认为这寡苏丹红会流入市面，甲卫福部放任化妆品的审查机制有关系。你们从113年7月哦，你们化妆品本来是许可制啊，变成是登录制。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制度上的一个转变呢？这样的转变会不会变成是另外一个破口？对此，卫福部澄清，订立制度是参照欧美、日本，基本上制度是无问题。这个会出问题的原因是苏丹红的进口商以防企业无确实订立用途。我看起来也难以管到这一家，因为它其实就是参为假冒，是一个诈欺的行为。它登录进来的时候是植物着色剂。所以它的用途不见得是只是在化妆品而已。卫福部表示，目前已经发函新加坡，不过到达也未收到回应。食药署嘛已经冻发原料进口商500万以上发办，会继续查检下游的12间出问题业者商品，未来也会甲苏丹红列做重点的查检项目，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移民署高雄专勤队19伫咧高雄前镇任务防线几内所在，拢总掠到17位失联的移工，其中前镇渔港查到4位移工，其中一个人是惊互专勤队找到，竟然走去秘伫咧冷冻库内底，出来时已经寒到袂讲话啊！因为感觉大家面色唔是细，高雄专勤队的人详细问掠到的这3名移工，确认是不是也有人迷咧？果然伫零下6度的冷冻库内底，找到第4名失联移工。移民署讲，为着要闪紧，细粒的印尼籍移工凊彩3领塑胶布盖伫身躯，就安尼秘伫冷冻库15分钟。等到因开门找到人的时，规身人已经寒到无在了讲话。小心有会滑哦！哦，迄个20分钟伊就失温啊。有啊，伊迄落你也目口关入来，内底袂当开啊。一定爱外口有人替伊开就对啊。啊，真新型的。真拢全新的较济啊。啊，新型的会安怎？新的伊内底有一支我知影是有一支单挤咧，啊，就当开啊。
事后伊讲是一直洗刀车，因为伊买的是巨型的冷冻库，无在条队内底开门出来，差一点就性命休去。移民署表示，19这天因除了伫前镇渔港的冷冻加工厂掠到4名失联渔工以外，一群头伫仁武凤山管内所在嘛掠到13名失联渔工。后续会调查渔工甲雇主以及幕后的中人，是毋是有牵涉到其他违法的代志。前往高雄市仁武、凤山及冈山等地多处热点埋伏查缉，一举查获17名非法外来人口，案经带回查办，将深入调查非法雇主责任。移民署强调，请失联移工来做工课，按照就业服务法，上悬会当罚75万，且民众千万唔通贪方便、贪俗，就来违法。记者郭家祖、邱向高永昌报道。来看今仔透早，基隆警方咧录一个通缉犯，这个嫌犯咧驶车走入去滨高道，顺着铁基路一直驶去到台铁基隆站头前，落尾是车胖骨，等伫咧铁基路顶悬想要走，去互警方抓着人。因为伊一路弄拍台铁的设备，佮甲车拼伫咧铁基路顶悬，也致使基隆甲七堵都爱单线双向通车。欲盘查可疑自小客车，为该车驾驶见警。突然急驶由龙安街火车铁轨往南站方向，随后弃车逃逸。警方同时通报铁路局应变处理移置车辆。警方伫咧嫌犯的车顶找到安非他命一寡毒品，调查发现这个人因为公共危险和伪造文书案件互通缉，侦讯了后依法送办。因为这个嫌犯呢弄歹台铁设备，台铁除了甲伊的车刷走，嘛紧急抢修设备，未来嘛要甲这个嫌犯讨赔偿。桃园优美的文化街，昨暝有一间5层楼高的铁基透天厝着火烧，7位住户拢有走出来，不过其中有一位查某住户向讲要走，全跳落去1楼，人受伤送病院。伫暗暝大火一直冲出来，规栋厝都要烧了了。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摇出真多条水线来拍火，为确认是毋是有人受困，会用推啊进入拢是乌烟的火场。拜日暗时，伫桃园英美区文化街一栋5层楼的透天厝，熊熊冲出大火，好佳在住户闻到臭味，赶紧逃出来。不要担心，是我要小的，我来不及注意他，结果我有看到在楼上，还好他有出来，他没出来我怎么办？然后根本进不去，那个烟大到根本。更加乌烟也惊动周围的住户，厝边徛伫巷仔内底，烦恼火势可能继续燃烧。好佳在厝内7个住户拢及时逃生，啊，不过有一个女性住户因为畏悬的所在跳到1楼的回报逃生，无细致受伤，送去治疗。消防员抵达现场时，1楼冒出大量浓烟，经抢救后，7名民众均已顺利救出。到底火是安怎发生的？厝主怀疑可能是2楼漏水到1楼，后电线烧拍电甩去拖到规栋厝。2楼漏水漏到1楼，可能刚好屋顶的水滴到那个电器用途，然后延长线之类的，然后造成走火。然后1楼可能易燃物比较多。好佳在伫半暝11点顺利拍花，一家火龙平安，真正的导火原因也搁爱等火调科人员调查，财损也爱等估算。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火下，这台南后壁乌树林囤放在粪扫已经烧超过5天啊！外界怀疑这堆粪扫有事咧倒，惊烧出毒气。不过环保局背回公布，而且要表伫咧7天内甲火拍花。台南后壁的乌树林园区囤大量防灾废弃物，6、7层楼高，日暗时发生火烧，到达也搁咧翕烧。消防局即阵出动2台消防机器人，全力喷水拍火。因为废弃物种类多，嘛囤一段时间，加上作业空间有限，地势要完全拍花有困难。会使用这个消防机器人来协助环保局的怪手还有水车来做一个开挖降温，还有移置的一个动作。环保局推测参沼气有关系，并无认为故意点火可能性。不过到达拍火超过第5天，引起民众怨叹这臭味有较重。为了降低民怨，市府已经规划增设行动病院，嘛会加强监测。无奈啊，我本来住伫附近就是安尼尔，搁一个你个拍卖，我对于你个有白掉。冒闷烧。科学的证据显示，空气品质还好，但是为了去除民众心中的疑虑，市政府还是会加开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在
白河跟后壁2区。外界质疑现场火灾有淋到斯坦利度，市府主编批回斯坦利度因拢有分类管理。环保局表示，枪在拍火废弃物会放落来，就会个导火。目前已经启动24点钟轮班作业，目标1礼拜来拍花。全力在灌注的那个右边的区块，我们是希望在2天内，24小时这样作业可以把它解决。好，火比较大的这个区块呢，是希望7天内把它解决。外界有人建议用土来砍，环保局回应，因为这块地该爱幸福军方，种种考量才无安尼做。市府邀集专家各单位来研究上紧的拍火方案。另外，环保局强调讲，那查到导火是因为管理疏失，会依法处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花莲光复乡今年9月，因为马太鞍溪邦山湖1楼6公煤墙落来，甲600多公顷的田地引起，害农民无法度做事，损失真大。若即阵花莲农改场也去指导协助农民开始恢复种植。林先生种的7家水稻啊，田地内面拢是6公煤，毋那是今年的稻啊拢害去，连设备也拢歹歹去。最后已经过2个月啊，想要复耕也无材料。只能那一整片，我先休耕1年啊，这一起收割全部死，工钱、肥料、秧苗那些整个扣一扣，我觉得够我。另外，田地内面拢是粪扫，抑个6个煤空气袂对流，对农作物的根无法度喘气。农民认为应该把6个煤清掉，囤一寡会当种植的土。民间的那个施工单位，就比如说是怪手那些，我们有估价。那因为政府给我们现在就是说1甲地的那个复耕的那个钱是10万块嘛，可是事实上10万块做不出来。为了要协助受灾农民，花莲农改场特别伫咧光复办复耕技术讲习会，评估农地6个煤有偌济，并且检测是不是有重金属污染，指导农民做农地改良。就溢流的整个的田土预计都是安全干净，但是它就缺少有机肥，所以在农地复耕的时候，我们就是指导农民要加入有机肥跟它混拌。那如果淤积这个比较深的，就是在表层混拌有机质。不过马太鞍溪南边爆发6个煤较深的田地，就像是芳草园佛祖龟附近，若想要复耕就较困难。农业部正伫咧研究，看是用出价买，或者是换土地方式来处理。不过也是要尊重农民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去年3到2风台，甲台东一寡桥和产业道路扫歹去，山区一寡路也未修好势。若昨暝金峰乡就有一对翁仔某驶车，路草无熟，阁无路顶石，全无细枝驶落溪埔，加在有人发现，报警察甲因救出来。2号暗，这只轿车爬落去5米深的文理溪，两个民众伫溪底等待救援，警消接报案，派出救助车。陆续将这对受困的翁仔某用吊挂的方式救出来。一名刚夫妻，1男1女现在状况看起来是还好，剩下部分可能就要再请警察他们详细了解。事故发生的所在，伫台东县金峰乡新兴村的文理溪，因为去年3到2风台，甲当地的桥甲产业道路冲歹去，当咧整修。这对翁仔某可能对路草无熟悉，沿路阁无路灯，路看袂清楚，看到大坑口，想讲就是车路，驶过去就爬落去5尺深的溪底。他的印象，他可能上山的时候，他就顺着大的便道走了，没有特别注意，因为天色比较暗所以那个路的状况会比较不明显。当地民众质疑讲，可能是厂商无采禁止通行的告示牌，造成外地民众驶车爬落去溪底。县政府有照工程保险赔偿，嘛有派专人去慰问，未来会积极要求厂商把防护措施做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议员质询，讲有民众会甲乌多摆骑入去公园内底，毋若破坏步道甲草坡，嘛真危险。而且嘉义市有38大公园，这管理员煞干那7几。市府表示会讨论引进科技执法来改善问题。伫公园内底，记者直接徛伫民众行的步道顶面，公园边仔人行道嘛不时看到囡仔爱让机车的状况，实在真危险。有议员伫议会质询表示，嘉义市的公园拢有发生机车徛入去的状况，但是一直拢无好的解决方案。公园都是建设处所管的，但碍于我们嘉义市总共有38座公园，可是目前我们嘉义市仅仅只有7名的管理员，所以在人力上
是非常的不够。我전老要骑药较济啊，我전老有派出所有来讲，讲奥多曼共骑入内底。议员即阵时表示，公园内底违规行为，警方无法度用道路交通条例来处理，建议主管单位引进科技执法的系统，改善公园内底有人黑白骑机车的状况。利用监视器的方式，然后它会锁定车牌，当你骑进来禁区的时候，它会先用大声公来提醒你，你只要再不离开的话，你可能就会借由它可能往后你会收到罚单。嘉义市建设处表示，会配合议员的建议，针对较有机车骑入的公园，研议来引进科技执法的系统，嘛会甲警方合作，改善入口动线甲标识，减少机车骑入去公园内底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上升的风台天气虽然未影响台湾，不过风台扫去菲律宾，四界拢淹水，车路变水路。同款伫咧东南亚，即泰国南部九个省也做大水，已经有13个人死亡。一寡所在水是淹超过1层楼悬，尚无有5个台湾人失联。那马来西亚嘛连续几若天上大雨，目前撤离18000人。这段雨中水位一直涨起，民众行地路亲像咧撩河。这台大货车伫车辆被淹的状况之下咧驶，顶头还佫载替雨伞人。泰国南部9个省为11月2日一直落大水后，河川泛滥，各大走人命。当局下令撤离，总理安努廷宣布，宋卡府进入紧急状态，成立指挥中心，展开救灾，提供装备甲物资进驻灾区。泰南大象协会一个表示，包含台籍员工甲住伫河岸的台湾人，目前至少5人因为通讯登记失联，研判这人住伫高楼层应该无危险，希望赶紧联络到。高雄南马来西亚一直落暴雨，引起大水，严重冲击几个州，影响10万人。其中，外泰国的东北部吉兰丹州受灾上严重，当局伫各州开设临时避难中心。首都吉隆坡附近的居民自5出外拢爱撩水，有居民甲救援人员伫水深卡达乌的水内救载满囡仔全家咧行，个人看到车早就正做泡水车。如果暗时8点发展做轻度风台天晴，当日进前伫菲律宾中部带来强降雨，造成较低社区淹水。中部新的各路省因为河水暴涨，居民受困出来甲外口的道路，当地政府派出救生船去救援。目前天晴朝向西北西的方向咧行，进入南海。菲律宾气象局表示，按算天晴会伫日离开菲律宾。公司新闻黄玲编译。来关心俄乌战争，美国提出28条和平计划，侵害乌克兰的权益，大概最新版19条。美国也已经派特使去罗西亚和普丁见面协商。那美国、罗西亚和乌克兰敢会坐到阵做伙，针对这19条计划来会谈，目前是还未确定。对原本由美国、Russia 共同拟定外团包含 Russia 上大要求28点方案，经过顶一周外伫瑞士一个月修改做19点。乌克兰只是表示已经准备好下一步。Framework is on the table, and we a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personal engagement of President Trump, and with Europe. And I'm ready to meet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there are sensitive points to discuss. 外部分析修订了19点，更较接近乌克兰甲欧洲立场，强调尊重乌克兰主权，各国在承认。Russia 方面对比占领区的控制，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的感恩节传统活动会议特赦仪式，对这份可能结束能够冲突有正面的信息。I think we'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a deal. We'll find out.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到阿布达比甲 Russia 官员会谈，报道指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布达诺夫也伫川普伫社群媒体答问，期待应甲泽伦斯基总统甲普廷总统会面。不过，甘乃迪终止战争协议已经完成，或者是进入最后阶段迄时阵。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когда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очтут свои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с украин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и с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завершенными, они н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уют. 前乌克兰外交官警告，冠有领土依然是主要障碍，表示虽然部分基地已向强势，相调协议依然正远。虽然有阿布达比的谈判，美国白宫正面相会气氛，无法度互和平赶紧到位，但是 Russia 乌克兰依然互相轰炸，造成重大死伤，反倒来显示局势依然严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韩国总统李在明出访中东甲非洲，已经来到上尾一站土耳其。李在明表示，北韩已经甲南韩看做元首人，失去基本的信任，随时拢会发生军事冲突。为着卖互关系遐紧张，所有可能会刺激到北韩的措施，李在明拢已经发动啊。南北韩的边界沿线架设布满尖尖的武器的铁丝网，这是自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毋捌看过景象。南韩总统李在明出访中东甲非洲国家，目前来到最后一站土耳其。伊伫总统专机顶举行记者会，佮表示，南北韩即摆关系已经演变做敌对对抗的关系，失去上基本的信任，也造成北韩对南韩采取极端的政策。 언제 우발적인 충돌이 벌어질지 모르는 상황까지 갔습니다. 그리고 남측을 국가는 적대적 두 국가다. 이제는 뭐 절전지 원수다. 이렇게 얘기하고 있지 않습니까? 일체 모든 연결선이 다 끊겼습니다. 일체 대화 접촉 자체를 거부하고 매우 위험한 상태죠. 李在明伫记者会表示，目前北韩已经将南韩定义做不共戴天的囚人，互人真遗憾。而且南韩前政府也捌派无人机甲放送头向北韩发声，想要互北韩人被动自愿的互南韩吸收，迫使北韩放弃原有的体制，转向接受南韩的政治体系。李在明讲，都是因为这款行为才造成当前的效果。那南韩要挽回，就要付出更较侪努力。 另外，由脱北者经营的民间广播电台自由北韩放送，大致会向北韩大约2600万民众播放2点钟无经过审查的国外即时新闻，像对今日王朝西方的自由妇女生活等看法。因为北韩的民众平常时只会当接受国营频道，若叫发现收听相关可能会互判10年监禁。 우리가 보내는 거 듣는 걸 네가 하긴 했어 하는 사람들이 많아요. 거의 자유북한 방송이면. 하지만 저는 그렇게 생각하거든요. 한 사람이 들어도 그 용량은 해야 된다. 自由北韩放送的营运费用由南韩政府资助，不过为着缓和甲北韩的关系，李在明暂停跨国广播的经费。目前自由北韩放送只会当停播，另外开网站甲手机Apple 管道。自由北韩放送负责人表示，因无毋忙照着内容杀到北韩政府，也认为北韩将基本会无条件的开放对网络的限制，进一步稳准像中国、罗西亚也是越南等国家伫北韩设立办事处。 也毋过，真侪观察家对这款的看法抱持怀疑的态度。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芬兰最近这几年咧，经济无发展，真侪人是无头路。来看首都，就有一个查甫人，一个国会头前发起纪念活动，要庆祝伊无头路满1000天啊！而且是有真侪人去甲响应。看起来这困境无互人民失去对未来希望。芬兰也是连续第8年摕到上幸福国家的头名。 这项芬兰人有真强的尊心和社会合作精神，真有牵连。世界上快乐的国家芬兰，去拄着严重的经济衰退。芬兰国会外33岁影片制作者叫帕洛马，伊早家己传的食物，甲民众坐伫客顶分享纪念家己失业第1000天。I'm here obviously to celebrat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wanted to celebrate in the first place. 芬兰经济为2014年诺基亚手机无去对着触控的流行排斥了后，就规个拢煞停。国家对罗西亚制裁冲击出口甲旅游业，人口老化，社会福利压力升悬，公共财政变正暗。世界银行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向下收到0.3%，10%的失业率，21%青年失业率，伫欧盟内底差不多是表现上歹。不过虽然有这个经济压力，芬兰也是连续3第8年排上幸福国家的头1名。原因之一就是真慷慨的社福安全网。虽然这点嘛，因为政府缩安财政面临缩减，更加重要是因百姓的韧性甲互相帮助。One of the key definitions of happiness is to have resilience, because life is always presenting challenges, and so to be able to deal collabora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in bad times is a great source of happiness. And so, yes, of course, Finland is very high in resilience. 帕洛马伫失业的1000天内底，定来去志工资助营运的免费社区3温暖，享受人人平等相看的自在。
伊伫国会头前的小型纪念活动，嘛伫社群吸引100万个人点阅，得到正大的回响甲建议。就是这种的支持，互伊继续对生活保持希望。希望后一届会当以重新就业的家己，徛伫国会的旗仔顶。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吓无时停，为着要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咱总统赖清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投稿，讲要提出美金400亿，下代表1兆2000多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展现防卫决心。总统赖清德25起地中勉励中部救灾部队，肯定国军全心全力投入华人救灾的贡献甲付出。那一定要不辜负你们身上穿的这一身军服的荣誉跟责任。那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国军战力一定更强。强化国军实力，提升国防自主甲无对称的战力。总统赖清德到书稿华盛顿邮报表示，台湾会提出1兆400亿美金的追加国防预算，包含对美国新的重大军购，加速打造台湾之盾，强化无对称作战能力，展示自我防卫决心。也感谢美国总统川普明确指出美国伫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性，用实力依附和平，国际社会才会更加安全。台湾面对的状况是中国每年以7%的成长速率，在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军费达到8兆，因为有威胁。我们当然需要有国防，就像家里因为有盗匪，你当然会需要门窗跟锁跟保全。提升国防预算，这一点我们是不反对的。可是当你的国防预算占了我们的台湾总预算到1半的时候，在战争中的国家才会用这样子的比例去编列。那请问，两岸现在是要面临战争了吗？还是今天所谓编列的这么多的预算，只是拿去缴保护费？赖清德伫投书当中讲到，北京伫台海、东海、南海甲规个印太地区增加起诉康的行动，无顾一切要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意愿是愈来愈明显。台湾要强化戏警甲主动的能力，承诺2030年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5%。不过，哪位也烦恼讲400亿美金的国防特别预算，会影响到社会福利、教育、民生、卫生、健康等等的预算。另外，美国国会管理下的美中经济甲安全检讨委员会 USCC 最近伫年度报告当中，建议指示国务院透过海外军售案，予台湾以非武器支援服务的形式，资助美军伫菲律宾基地升级。菲律宾军方表示无接到美国的通知，对相关的讲法无评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向华盛顿邮报投稿，讲台湾要提出代表1兆2000多亿的国防特别预算，要甲美国买新的武器，提升战力。这回来看总统详细的回应。为了筹建因应未来战争形态的关键战力，国防部已经完成强化防卫韧性及不退阵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及预算的规划，预计在未来8年。2026到2033年，投入1兆2500亿元的经费，来建构包括打造台湾之盾、建构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先进防空系统，引进高科技及人工智慧，建构高效决策、精准打击之强韧防卫作战体系，以及提升国防自主、壮大国防产业。迈向经济与安全双赢等具备3大特色的先进防卫作战体系。来看行政院版本的在卫法，去予南北党团拖累，暂时未列去议程内底，确定无法度伫咧1礼拜5的议会送去委员会审查。若针对在野党的做法，民进党团话无排除提出公投，用民意反制。行政院办在卫法前一天伫立法院听诉委员会，和南北党团暂缓列案，确定1礼拜5议会无法度复委审查。行政长杜英泰二六和工商业界会谈，列出中央明年规划要推动的各项政策，嘛讲到在卫法和明年度总预算要摕伫立法院。天下也许会有白吃的早餐，我就在这里白吃了一顿早餐，做了这样的报告，因为我们没有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能让这种无奈发生。杜院长无奈表达心情，民进党团就呼吁，无排除提出公投，用更加大的民意来反制南北的做法。对于国会多数通过不合社会期望的法案，
当然，公民社会就会运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来纠正国会的错误。我看民进党立委这个讲法是也有点拖延来摆烂而已啦。要公投可以，公投什么都可以公投嘛，然后公投就明年11月大选的时候办公投，那时候再来决定。那这段时间呢，1年的时间怎么办？另外，拿赢的地方首长持续呼吁行政院应该就原版的财务法提出完整的计算表和金额内容，和各县市政府讨论。财政部其实可以做得到的，干嘛不拿出来呢？其实把试算拿出来，大家充分的讨论、沟通完以后，就全力以赴嘛。那如果说这个试算出来的金额跟版本比现行版本、比国民党版本还好的话，那我们会感谢啊，那我们会帮行政院来支持。台中市长罗秀元讲，若行政院版本计算的金额比即卖版本更加好，伊当然嘛会支持。相信部分哪力的县市，拢希望行政院赶紧提供精准的数字。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的工商早顿会，行政院长杜永泰带部会首长和工商协进会交流，讲到关税谈判的进度，杜永泰表示已经完成技术性的协商，当咧互相确认细节。若咱台湾敢是要投资美国4000亿咧，谈判代表尤丁尼表示，有答案一定会公布。吴理事长最近可以说是人财两得啊！第一个把这个回答黄仁勋先生留在台湾。这开场就讲到新修最近甲北市府的分手案，行政院长杜永泰甲各部会首长、甲工商协进会企业代表等开一年一摆的工商早餐会，理事长吴东亮开场，对政院经济行政策表示肯定，也观察关税议题。我们也衷心期盼台美关税谈判很快可以传来好消息，让大家在稳定的经贸环境之下，全力来拼经济。目前各种技术性的磋商已经完成，我们在进行到总结会议之前，还要有一段文书交换的过程。现在就在文书的交换，确定一些内容。对于投资金额是不是外媒报道的4000亿美金，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尼表示，这是外面一直在休，最后答案一定会公布。工商业界也在会中提出47点建议，因应经贸变局部分，建议提出完整而且有效营运策略，强化关键矿物策略，协助摆脱钢铁业、土地外销市场困境等4大方向。不过最近一礼拜休3日连续通过，今年安算伫12月7日进行正式回应说明。产业界看法也加做重点。如果贸然实行周休3日，我们的企业能不能承受？如果工时降低了，你的收入也降低了，这个对我们劳工朋友是好的事情吗？也不一定了。所以我建议这东西还是要这个从长计议。我相信只要有好的配套，应该是有可以研究的。预控治疗近期展望，吴东亮心情乐观，认为目前电子产业后未来或者是动能也搁伫咧，不过提醒传统产业相对冷清，安怎减少M型化差距，有关是重要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前副总经理罗维仁涉嫌偷摕2纳米晶片机密，遭其竞争对手 Intel 接头路。这代志表一个月，台积电即阵是宣布已经向智慧财产甲商业法院来提告，要告这罗维仁违反营业秘密法。台积电正罕见地伫咧立5发声明，讲影响智慧财产抑个商业法院对前资深副总经理罗维仁提告。提告主要是根据台积电除了甲罗维仁有聘过合约书，罗维仁在这个时阵要签竞业禁止同意书，一个营业秘密法的规定。不是在一个核心的部门，在一个策略的部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台积电的大动作提告，主要是因为罗维仁自93年开始来台积电担任副总，103年离家，如果升做资深副总，虽然伊的职务唔免管理研发部门，全叫因来开会，一块提供资料，未了解正直的研发，一个未来规划先前制定的技术。到今年7月27退休，先是讲要去学术机构做，结果却走去 Intel 做执行副总裁。台积电的声明讲，罗维仁正有可能使用或者是泄露、告知、交付或者是转移台积电的营业秘密加机密资料给 Intel 公司，所以才会提告。职业道德上，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跨越
但是在这一次的个案上面，就考验看看这个台湾在制裁权的跨国处理的司法实务上，看看怎么样啊。台积电的高层退休了，早期竞争对手迄边做已经不是第一遍。之前台积电的前研发资深组长刘明祥，伫退休了，先去清华大学教书，尾也过走去三爽，和台积电故意违反竞业条款甲营业秘密，去让准法院判2015年年底进前，刘明祥未当替三爽提供服务，这边罗伟林事件正共款，讲要去学术机构刷走去 Intel， 才和台积电告。台积电目前在法律上面唯一可以控告罗维仁的部分，也许也就只有在所谓的竞业条款的部分，还有就是可能有泄密的可能。专家认为，就算是台积电发现有泄密，也过就要先证明 Intel 有使用台积电的技术，以商品技术伫咧市面上流通，才有法度用法律行动保护台积电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一阵境外空气污染是内蒙古的丰碑营业，伫咧昨下晡到下暗影响上明显。其中，这桃园的观音测站，这 PM10是测到174微克。若刷落来，明仔载又有新的一阵丰碑营业。环境表示，一礼拜内出现2届，确实过去有较罕得拄到。过去伫春天才出现的中国沙尘暴，今年煞伫秋冬提早到台湾。今年空污季就安尼开始，环境部监测伫拜日下晡到暗时影响上明显。桃园的观音测站上悬浓度到每立方公尺174微克，是感觉是提前顶级，而且即马慢慢向中南部刷顶动。观测到内蒙古那边，就是还有慢慢在逐渐有沙尘现象的一个发展。大概明天的下午到晚上，可能会逐渐影响到我们台湾。另外，环境部目前阁监测到内蒙古的测站 PM10浓度1000到3000微克左右，会对东北季风拜时下晡到位，按算影响一日。环境部指出，一礼拜之内出现2摆，而且是第一摆甲第2摆，确实是真少看到。在一周会有2波，这个的确在过去我们也比较少遇到。不过，当然这个部分就会跟。因为现在气候变迁的状况其实已经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我们会关注当地的发展。天气方面，拜三全台这份好天，暗时开始，南部、东南部水气增加，拜四规天可能有雨，因为一直受东北季风影响，温度依然偏低。气象署提醒中部以北甲宜兰，气温也会继续降低。我们预计在礼拜6的清晨，中部以北及宜兰有机会下探到13到15度，其他地方的话也可能在17到18度之间。受东北季风影响，今日透早，苗栗龙街场出现11.6度的低温。气象署表示，这是入秋以来伫观测站看到上低温。另外，拜六透早有可能13到15度。因为有测台北市的测站未比14度较低，水认定无达到冷气团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寒人吹东北风，若云林伫咧闪风面，这污染物无法度消透，高度就会较悬。为着要减少污染源，环保局用 AI 甲无人机加强取缔室外烧物件，也要加重采发。今年已经抓到352件，环保局强调讲，只要有缘就会当抓到，呼吁民众唔通急扣扣，违规者上重会当罚10万块。环保局接到通报，是自动 AI 烟雾辨识系统加无人机加强处理，找到伫室外烧物件所产生的烟雾的所在，用土地坐标加地号追查行为人，规单处罚。通报群组的及时检举讯息，以科技监控加上民众协力的双重防护，遏止非法露天燃烧行为。今年查获352件。有机会再入去啊。讲即摆拢会开发咯吼。有啦，就拢尽量是莫烧啦，是拢，然后会放就放地下啦。环保局讲，伫已经接到通报，被追查到行为人正无容易，即马用空拍机会当即时掌握状况，提悬处理行为人伫室外烧物件，依照空污法会当罚清理到10万。今年云林县处理352件内面有50件开单。叫咱政府安那规定安那行。好。系啦。会感觉讲困扰无啥啦？有啊，伊嘛是困扰你草你也无烧。伊白糖还变济啊。假日、夜间，还有每年的9月到隔年5月这样子的一个空品不良好发期间呢，则会加重裁罚。
环保局讲，已经定了农民或者是一般民众，伫休假日或者是暗时伫厝外烧物件，验过数码用 AIMU 辨识系统甲无人机伫咧空拍监控，会当24点钟久接合站在燃烧热点，一个异常的烟雾动态。只要若发现，就当锁定开单，希望民众唔通搁再偷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检署的调查，台湾的老大人有罪的比率有13%，等于讲全台湾差不多有61万的老人有罪的镜头。来看当时基金会就推出公益底片，鼓励老大人爱接出门，希望各界嘛重视老人有罪的问题。老啊拢无病啦，叫伊生活无好啦，加开钱若紧啊，个也是你烦恼。这是当时基金会和艺人斗阵翕的公益影片。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大人的人口增加，老大人的心理健康也受到关心。根据国检署的调查，台湾老大人有罪的成功率是13%，等于全国有61万的时代有罪的镜头。所以民间团体推出防治老人有罪计划，希望各界会当重视。也是讲，这个囡仔吼，拢大汉啊，拢嫁出去啊，也是讲成家啊，吼，有家己的事业、家己的家庭，所以变做讲空巢期吼，老大人一个人伫咧厝的，所以这个忧郁症的现象嘛是愈来愈严重。当时基金会嘛表示，根据国外研究，大部分社会人的郁卒，拢是因为感觉孤单，也因为和社会互动变少，无归属感。为着让长辈人老心无老，前卫生署长叶金钏嘛出一本册，鼓励时代爱行出门，因为治好郁卒头一步就是爱出门。太极拳啦，爱做什么瑜伽啦，什么，上复杂嘛吼。啊，至少行路，大家拢会晓嘛，一天出去外口加行几遍啊，招一寡朋友，招附近的朋友。安尼自然就会解决你的心情郁卒的问题啦。足侪是因为寂寞造成的啦。基金会也希望透过影片提醒少年家时势，爱加关心时代。只要一句话，就当挖进老大人的心。做时势的，若愿意开嘴问，老大人就愿意开嘴讲。简单的请安问好，就当让老大人感觉大心，心情快活，会当健康吃饱日。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新竹县宣布，今年11月，竹北市、竹东镇甲湖口乡3个所在人口，拢是正做全国人口数上侪乡镇市。其中市的部分过去头名拢是彰化市，不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彰化市的人口伫咧2010年开始就一直咧下降，等到是在竹北市到昨为止已经来到22万外人啊。这也互新竹县正做乡镇甲市拢是人口上侪啦。车路顶的车辆来来去去，大家准备去上班。根据内政部统计，新竹县的竹北市这几年人口数不断增加，今年初人口已经来到22万人。这个月佫超车赢过彰化市，变做今嘛全国管辖市人口的第1名。这边就业机会多，然后商业也越来越发展，然后又交通虽然平时交通不便，但是往返南北都蛮方便的，所以在新竹县生活其实还不错。这样，大家可以看到竹北的施政发展有卓越的突破，不管是在国际的奖项，或者是专利的展现，亦或是创新，还有美学的城市治理，都可以看见竹北跟其他城市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引擎启动。伫台顶欢喜庆祝摕到冠军，大新竹地区这几年因为科学园区的关系，人口增加的速度紧。到10月底，新竹县总人口已经有597144人。除了竹北市以外，竹东镇、湖口乡也是全国人口上侪镇甲乡。新竹县也升做乡镇市人口的3冠王。这几年来积极的来推动我们县政的政策，让我们这个3个乡镇市是让大家喜欢生活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让小孩子喜欢就业在这边，所以我们的政策的带动，让大家成为全国最大的乡镇市，这是我们看得到是最好的、最真实的一个回馈。县长杨文科指出，未来会继续以科技首都做主题，强化在地文化特色，缩小市区甲庄脚的差距，带动地方繁荣发展，互伫新竹县生活成做一款骄傲。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天主教灵医会神父麦克林来台湾已经61冬啊，伊久登来拢伫咧宜兰的艺术文化打拼，
伊成立南洋舞蹈团，正做头一个伫咧天主教总面头前表演的团体。那毕克林也是宜兰国际动员节幕后推手，伊邀请真侪国际表演团体去宜兰演出。县政府为着要表达感谢和敬意，今仔日颁发荣誉冠名证，互毕克林正做全县第16个摕到荣誉冠名的人。感谢大家祝福。天主教灵医会神父毕克林在台湾61年，长期为宜兰艺术文化的重金来奉献，成立南洋舞蹈团，正做全球头一个伫天主教总面头前表演的团体，为台湾做好国民外交。代理县长林茂兴颁发荣誉冠名证予毕克林，表达敬意甲感谢。因为毕克林也是宜兰热天重要的活动，国际动员节幕后推萨的人物，邀请真侪国家表演团体到宜兰演出。活动员节正做亚洲第一个得到国际民俗艺术协会认证以囡仔为主题的国际民俗艺术节。这一段时间呢，我生病了，他是回去了。影响他们。毕克林神父表示，虽然即马身体无好，不过也是继续工作。时常到南洋青年会甲舞蹈团关心，影响搁较侪人。伊即马工作的重点是人才的培育甲传承，确保伊伫台湾所做的代志会使继续传出去。伊表示，家己是宜兰人，搁较是台湾人。所以我们每个国家都很成功，每个国家都很喜欢我们，所以。我是台湾的人民。毕克林神父是宜兰第16位荣誉冠名。县政府表示，动员节已经累积100个国家、433个团队到宜兰演出，佮吸引超过1219万旅游人次。这拢也感谢毕克林神父的付出。荣誉冠名唔但是对神父的肯定，也表达所有宜兰的乡亲上诚心的感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铁火车发生行动电源烧起来意外，早起有一班区间车准备要停伫咧台中的甘那拿，不过旅客行动电源煞家己烧起来，规个车厢是烟蓬蓬，加在火有随拍花，无人受伤。那这班车也慢22分，台铁无排除要甲旅客讨赔偿。车厢呛出高烟，座椅搁倒毁，乘客是真惊吓，赶紧装落车。有那个包包烧起来，整个都是烟雾。有人赶紧到柜台摕灭火器拍火，并且将导火盘影刷出来，加载无人受伤。日头透早6点外，台铁这帮上班的区间车准备停伫台中加兰那站的时，车厢熊熊呛出白烟，原来是盘影内底行动电源家己烧开。行动电源突然不明原因自燃，经现场旅客发现后，立即使用灭火器扑灭。警方表示，潘亚是一位学生的，出动时并无使用行动电源。火势拍发了后，这帮列车前往丰原站，由警方收集证据，慢22分才出发。其他班次是无受影响。我都会事先冲好就来坐车了，这样我不会带那个。火车上的旁边不是都电器设备吗？对不对？而且人都这个坐火车的很多是那个老人家，对，然后要跑也跑不快呀。根据台铁统计，最近2年伫列车顶面计共发生4站行动电源家己烧开，这个是今年第2站事故。因为这帮列车的椅仔甲涂骹也受到损害，台铁向这位乘客求赔偿。那总有牵连到公共危险的部分，也依法上班。不过台铁目前对旅客扎行动电源并无相关的规定，敢来当用可靠的提醒旅客爱扎伫身躯边。铁路法或是铁路运送规则目前还没有规范嘛，说它不能带上车。然后我们是会加强宣导说，我们的行动电源希望你随身携带。那它很容易燃烧，所以说，那它属于是比较高燃的一个金属啦。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对于这个正负电极的话，就尽量不要去让它去接触到。理化老师指出，行动电源内底的锂电池，若阵本身的品质无好，加上控制无稳定，也是高温的环境，就真有可能烧到甚至着火。使用的时爱加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进前国内标出非洲地质禁止用喷水池底的规定是还未解除，不过屏东县府去稽查，刷伫咧屏东市的地条，发现有业者违规用喷水池底，县府按照动物团将白风地条例罚60万。
另外，这违反饲料管理法是罚20万，农总80万。毋若是罚钱，县府也限制业者的猪仔上市，也取消相关的补助。工作人员赶紧喷消毒水，消毒车嘛伫猪条外围压。非洲猪只防疫也未解禁试喷水。屏东县政府农业处和动物防疫所持续联合稽查，17号伫屏东市发现一大猪条偷试喷水，业者互县府按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60万，另外违反饲料管理法开罚20万，总共罚80万，是屏东县目前开罚上悬的案例。为民众检举，并配合警方多日查获，现场立即采样猪只及处理送验，非洲猪瘟检验结果均为阴性，已排除感染之风险。县府表示，这间猪条大约有590只猪。查的时阵，拄好咧煮喷水，涉案业者本身有再喷的牌，本地应该甲喷水送到环保局指定的气化场所，煞违规甲部分的喷水摕转来饲猪。其他的饲猪业者讲，即马是非常时期，希望业者大家会当照政府的规定行。那养猪业者他需要有蛋白质来源，我们还是希望鸡啊、鸭啦，包含到鱼类宰杀的这一些内脏下脚料，还是由养猪户现阶段帮忙去化，这样子才是一个解决的方式。这是我们目前养猪的一个大概的趋势，我想也比较能够符合大众的一个想法跟理解，而不是出于2个字就把它封杀掉啊。其他饲猪业者表示，希望政府和地方会使赶紧讨论做统一处理喷水的方式。若要改用饲料，嘛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让猪仔适应。县府当场要求违规业者，把当咧煮的喷水抽出来，送去焚化炉处理，而且暂时红色喷槽禁止使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关心环境，台湾国内生产的鈷一年差不多用2亿包的太空包，若产生的这寡太空包废弃物都有14万吨遮多。来看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就用微生物的技术，把鈷的幼粒仔转化做再利用，开发做有机肥、饲料添加物等等。这农改场表示，目前已经授权技术给业者，预估当年会当有3000万的产业价值。大卡车的车道拍开，内底全部拢是种香菇的太空包废弃物，再来回收厂了后，利用机器把太空包的塑胶膜拆开，内底技术区会当转化再利用。阮即马一工差不多会当收10万至15万粒的太空包，一个月来可能300-400万包。迄个处理量。台湾即马种菇吼，目前拢伫咱中部遮啦，像咱台中、南投、甲彰化废菇包的这个技术区，这咱咧处理吼，较早拢是可能就乌白片啊，因为咱就是用来做这个肥料的调整材，是讲就咱栽培的这个介质安尼。台湾的菇类生产一年大约使用2亿包的太空包，等于会有14万吨的太空包废弃物。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运用微生物技术，把太空包内底的技术区转化再利用，开发做菇肥、饲料、加土壤的调整材料等等，建立农业的循环经济。因为咱这个技术区落来了，其实有足侪会使利用的所在，像咱台中改良场，阮就开发。一个是咱用咱的木霉菌处理了，咱处理伫这个菇盆遮。咱这个技术区这吼，产咱的菌吼。马上用伫咱这个饲鸡下骹这个垫料。台中农改场表示，目前已经有授权技术给业者生产，预估当年会当有3000万的产值，通处理大约2万吨的太空包。不过回收业者嘛反映，目前太空包的塑胶落架回收的成本悬，真好处理。嘛望政府未来会当加强辅导，和回收系统更加完善。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下晡的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22度，中部地区19度到27度，南部地区22度到27度，东部地区19度到24度。外岛地区16度到2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